要发生性交易争议，进前自首乃至利害公司杨本生，和庭改法院判休职1年了后，即马检方搁再查出，伊伫咧自挂期间涉嫌诈领馆长交际费，大概是代票15000块。今日依照贪污治罪条例定罪，甲伊提起公诉。几年前，因为新冠疫情，咱外交部关乎外国税案，迄个时阵担任内基里亚公司杨文生真侪届代表翕相，即马煞涉嫌贪污，29号检方起诉。检察官调查结果认为，杨姓被告诈领馆长交际费美金483元，涉犯贪污治罪条例利用职务上机会榨取财物罪，刑法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罪，经依法提起公诉。检方发现，杨文生为2018年开始派驻内阁期间，甲私人的支出报公社，使用办公室的电脑假造无实在参会人客名单，制造应酬的假象，请领馆长交际费，核销甲厝的人食饭的开销，误解诈领新台票差不多15000。因为考虑伊缴费不法所得情况是属有较轻，所以建请减轻伊的刑度。不过伊的证据毋若一件。去年3月，杨文生就互人指控2018年的时阵，伫职务宿舍甲住处女清洁工发生性交易，互监察院弹劾。庭改法院审理了后，也认定伊扰乱长官部属的特殊，言行无准则，判伊休职1年。即马Me Too风波，咱驻外馆阁是一直互人逼扛性骚扰。敬忠职守。报效国家。驻泰代表曾锡汉也互人指控性骚扰代表处的女秘书已经请辞核准，驻菲代表齐培勇也好亲像强揽强禁女秘书，互人解职调查。外交系统性骚扰一直逼，行政院29邀请学者针对机关首长性骚扰防治专题演讲，精进性平作为。各首长、政务人员及各主管、高阶人员务必以身作则。确实营造性别友善的职场环境，并将各机关办理相关防治工作纳入人事业务的绩效考核项目中。行政院坦白讲，即马的公权力对被害人保护无周全，有关性平3法修法草案，一定7月中通过，送交立法院审会期审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